台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有遮尔唱秋臭样的人，啉酒开车互掠着，无爱配合，搁甲警察歹声扫。这是昨暝11点外，警察伫台北市中山区发现一台修理车的驾驶啉酒开车，这个酒测值是高达1.01。警察伫盘查的过程中，若真无配合，搁甲警察呛这个歹听话。警方强制甲人带回警察局了后，一个查，底伫真歹。过去做过四海帮的堂主，15年前嘛捌介入着王建民签名强的手商暴力讨销的案件，当时嘛是去互逮捕，移送法办。若门当应西，搁双手举悬拜天拜地，就是无想要配合。如几啊分钟，关键一个测1.01。这个寻这个查甫人又搁出招啊，讲要摕手机啊，就咧登去车顶，警方只好将人家揪出来压制条例。下来呀！就算互人扣条例，嘴嘛是一直念，搁对原警大细声。你们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们！代志发生伫昨暝，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甲新安街口，因为真大声，附近的民众都被吵到。警方当时先获报有人受伤，到场却发现杨姓男子酒驾，事后扩大调阅监视器，原来他真的在这间泡沫红茶店遭人殴打，但酒驾是事实，还是被依法送办。警方一个调查发现，讲这个62岁姓杨查甫人是四海帮海分堂的前堂主，国立2009年，甲代理王建民签名桥的手商讨销。遭警方逮捕的四海帮海云堂暴力讨债分子，连同帮主在内多达20人。15年前，和警方抓去，即马更较落魄，因为啉酒赛车，各方送入去警察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